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3，箴言10章11到12節安尼講：義人的喙是活命的水泉，歹人的喙藏強暴，冤魂惹起紛爭，仁愛惹陷攏總的過失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喙講活命的話，用仁愛惹陷過失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拯救阮脫離凶惡，帶領阮進入恩典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！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帶阮、教示阮，因為你是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，阮規日聽候你，因為你的慈愛佇阮的目睭前。所以，阮就要照你的真理來行。主啊，世間濟濟事，常常是非不分。主啊，求你使阮屬天的眼光，明辨的心，通知影你的旨意，也照你的心意來行。主啊，因為阮知義人的喙是活命的水泉，歹人的喙藏強暴，怨恨惹起紛爭，仁愛惹陷攏總的過失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